昨天画俩牛蹄子，今天给它煮了吃了它。哎呦我去，这水可不好倒，剩点水不多了，赶紧去井上拉点水。别老头，你去拉点水去吧。看看这牛蹄子多大，一个牛好几百斤，全靠这2个蹄子支撑的。哎呀，水打回来了还。放这儿吧，这牛蹄子可耐煮，拿高压锅压它。加点水，行了，等它开锅吧。开锅了，往里放点调料，搁点调料。行了，压高压锅压着去吧，压上1个小时。哎呀，这可熟了。可煮烂了。煮烂了。这玩意煮烂了可香。这不好夹，那个圆蛋不拢的，这还是胶原蛋白。给你补点胶原蛋白。这么老了就不用了。补吧。来吃吧。你把这个给老婆，这个不吃。先吃吧，我先吃块这个。来点小料汁儿。好吃，太香了。好，就得啃上吃这种东西，然后弄香。小时候不爱吃牛蹄子，长大还是愿意吃牛蹄子了。吃牛蹄子就吃这个筋道劲儿，胶原蛋白满满的。还有嚼头。老婆，这个味道没治了，这干口给。哎呀，这点蹄子可真弄好了。这个料汁也好，不光这蹄子好，料汁也好。对，拿筷子吃吧，拿起筷子老俩人都忘用筷子，这吃手把肉吃惯了。看看咱这牛蹄子香不香？有机会来我家串门吧，来吃我们内蒙古的牛蹄子，看看这牛蹄子香不香吧。